来看花莲县公河乡的东湖村有一个阿头木部落，位伫马太安溪串流溪湾的所在，地势嘛较低，伫水冲落来的时阵，规个部落是拢浸伫水里。水上深的时有230公分，水退落有汽车就停伫客厅内底，所以当地是酸断甲真严重。当地民众是望讲赶紧有人甲机械来协助因摒扫，互因会当赶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这是23花莲马太安溪积水湖水淹出来迄当下，短短5分钟，当地阿道木部落就予水淹去，一寡1楼的徛家浸伫水底，佮有汽车浮伫水面，水势是真凶。淹到这个墙壁的这个高度，就短5分钟的时间，所以人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，只能赶快立即性的往高处去逃难。那个水就真的像海啸一样，一波又一波，越来越高。目前水已经退，不过民众的厝起了了。对民众徛家外壁的水痕，一旦发现水淹出来迄当下，水的深度有到230公分，徛家干那1楼悬的民众，迄当下必须爱强制撤离。若徛家有2楼、3楼悬的民众，爱尽量去悬的所在避难。当地东湖村的村长表示，迄当下赶紧甲警察做伙通知居民撤离。最重要是机械啦，能不能派个小山猫帮我们清一清东西啊？派个卡车。东西清掉这样。当地民众真无奈，因为徛家甲真侪农用的机具，拢浸伫水内，部分民众徛家甚至阁有车卡伫客厅等待清理。就连原地休困开工的客厅，也拢做大水，家具甲面层拢垃圾入了河。马太安溪就直接跟本部落是对冲，然后是一个大弯道，水的大弯道，几乎也是毁了啊。基本上这些村民也是痛哭流涕。阿德堡的居民表示，部落因为马太安溪水淹出来了后，真侪物件已经开始生果有臭扑鼻。虽然救援物资甲人力拢渐渐来呀，不过因为部落居民真侪是时大，呼吁政府莫袂记哩因，赶紧派更加侪人甲大型的机具协助清理甲园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